新闻一开始，咱来看这国军的消息。国军海空军飞弹射击训练，今早起继续伫咧中科院的屏东九片基地进行试射。不过头一粒的这爱国者飞弹发射出去不到3秒的时间，就伫咧半空中爆炸。针对这部分，因也讲会成立专案小组来查明真相。15透早6点35分，中科院伫屏东九平基地试射爱国者2型飞弹，也毋过发射了后，还未3秒，随即伫空中爆炸。怎么会爆炸？看到火光四过射，1万年后现场的军事委忍不住叫出声。也毋过第2粒爱之飞弹煞伫后壁发射是顺利成功。其实国军是咧进行年度精准飞弹射击操演，所以7点15分、25分也分别发射雄风2型、加雄风3型反弹飞弹，拢击着目标。军方表示，对以上引爆原因会成立专案小组厘清。确实的原因跟它的这个后续的情况，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查证。不管这个弹药射击的情况好或坏，那操作的表现正常或异常，我们都会详细记录分析，作为后续战备准备的依据。军事专家指出，爱国者2型为民国85年陆续来台接装成军，已经是20年以上的老飞弹，推测可能是本身火药也是雷达导引系统出问题。一个就是飞弹本身的药柱问题啊，因为那个飞弹的药柱摆这么久，所以发生问题的状况可能性是有的。再来的话，可能是就是它飞弹跟地面之间的这个 data link 也是资料链传输的问题。那当然，第3也还有可能是受到一些干扰。爱国者飞弹属于中程第对空飞弹系统，是美军的代表性防御武器之一。那咱国空军目前使用2种，一种由爱之系统升级，采用导引增强飞弹型弹体；另外一种是咱国空空做了爱国者3型，也等咧向美国买更加先进的爱国者3型精灵型。另外，对于空军家己基地一只 F-16V 战机，定日伫屏东外海进行导造弹训练，刷弹唔着区域，插入点扫着协助解放的海巡舰艇。空军会师咧，佮表示救助飞行员甲督导人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